高雄市今仔日开学咯，高雄市警察局的妇幼队、甲各警察分局、甲学校来配合，共同来执行着勤务互动的专案。警察甲老师甲志工，伫学校的入口甲四周边来指挥着交通，建造一个学童安心、家长放心的环境，共同来守护学生的安全。伫校门口指挥交通，除了老师、志工，也有几个员警。陪囡仔过车路，确保因安全。伫校门口内也有安排。高雄市警察局妇幼队吉祥物安心照加游离女警。过年的暑假期甲寒假陆续结束，伫开学这日天，高雄市警察局妇幼队甲各分局学校配合，共同执行互动专案的勤务，甲老师志工伫校园入口、甲四周围指挥交通，甲保护学童。警察局这次针对过小学，也总共194所，也动用了411名的警力来维护学童的一个上下学的安全。校方真的也非常感谢，在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执勤上面，我们有跨公务部门的协助，有警方协助，家长讲感觉真安心嘛，讲真大心。有时候警方也会来加强导护啊，我觉得早上看到的话会比较安心啊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，对啊，很谢谢他们这样子。小孩子上学，最重要是安全。出勤的员警到学校了后，随加强校园四周围环境的巡逻，并且确实指挥交通，并且管制校园入口的道路、甲校门口的车辆，创造一个友善安全的校园空间。